加上佢嘅打機實力相當不凡，咁啊於是咧佢決定咧用打機成為佢嘅終身事業。咁啊打機咧就打出咗名堂喎，佢打到咧拍廣告、拍 MV、上電視、拍埋戲嘅，冇錯啦，佢就係Victor。What was that？ 點會係佢啊？佢打機勁，佢上個禮拜一次輸咗香港都嚟唔到啦！靚仔幾多？好串啊！真人好串，真人好串，好串啊！好串啊！咁佢真係嚟唔到香港啦！我一定係最勁嗰個啦！咁 anyway， 無論你哋認唔認識我都好啦，我希望同大家趁住今晚呢個機會咧，一齊回顧下我咁多年嚟嘅直播生涯，一起爆機的日子。咁啊，話明一起爆機的日子啊！大家知唔知道咧？我直播咗幾耐啊？嗌出嚟1000，冇人知喎。嗱，14年咧都啱嘅，但係準確啲嚟講咧，我係直播咗4278個鐘㗎啦。喂，冇笑話係真㗎，我真係走去揾啲數據。多謝。唔係作㗎，大佬，點解你要講呢個係笑位嚟嘅？唔知做乜？TVB 片嚟㗎。多謝推下。我好似乜都唔使做嘅笑啦，其實我好開心。你哋就笑，係啊，好。thank you，呢啲就乖啦，係啦，咁入邊啲人，我哋就好有喺紅館搞啦。thank you， 4278個鐘咧，係一個咩嘅概念？大家知唔知啊？就喺呢14年嚟啊，我有半年時間咧，全天候24小時咧喺你身邊打機、傾偈、唱歌、吹水、分享，呢一個咧可以話一個成就嚟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可以攞諾貝爾最佳陪伴獎嘅，分分鐘喺呢14年嚟啊！我同你嘅關係啊，可能親密過你同你阿媽添啊！你知唔知？我哋晚晚見啊嘛。係嘅，係啊，係啊。Thank you， 係乖仔乖仔，識我講嘢。嗱，所以咧，今晚呢個台戲咧係14年嚟嘅一大突破。我希望咧，大家可以一同見證呢一刻之餘。可以好似平時一樣咧咁 enjoy 睇呢個 show， 好 chill 嘅，想笑就笑出聲，即時俾反應咁樣嘅。咁啊14年時間啦，我覺得咧咁長時間啦，通常變得最多咧就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。咁啊有幾多個朋友啊在座啊，仲有同你啲大學同學有聯絡㗎？有讀過大學，冇讀過大學，冇讀過，好串啊！真人好串啊！好串啊！講大學同學有㗎啩，冇讀大學。有冇同中學同學有聯絡嘅？咁啊，小學同學咧，打咁長情嘅原來。喂，舉手先，中學同學有嘅，1個2個。